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各位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我係黎宏俊。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嚟到大概今朝早嘅6點鐘，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21至到23度㗎。天色方面咧，喺衛星雲圖可以見到一道雲帶正係覆蓋住華南沿岸。不過預計呢一道雲帶裏邊咧都有啲罅隙㗎，咁所以會見到啲陽光嘅。今日嘅天氣咧會係大致多雲，一早一晚會有一兩陣嘅微雨。下午短暫時間係有陽光，最高氣温大概26度。吹和緩至清勁嘅東至到東北風，離岸同埋高地會間中吹強風。而我哋預計呢一股清勁至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會喺聽日繼續影響廣東沿岸，呢一啲嘅地方風勢都會幾大下㗎。不過去到星期五嘅時候咧，就會係稍為緩和。而去到週末期間至到下個星期初，預計受到東北季候風嘅影響，喺華南地區嘅氣温咧會稍為下降嘅。而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咧，預計聽日會係風勢都幾大下，短暫時間有陽光。而星期五咧，日間天氣係會炎熱㗎。去到週末期間嘅時候咧，氣温咧又會稍為咁樣下降啦。天氣講到呢度，下次見。咁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咁睇埋啲分區氣温。